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一处二牛三好四兔拢有俗语。人讲灵就是五游四海，若好欢行直长，骁勇善战。台湾人用好来号名，号动物，号食物，树长花栽，这拢有原理哦。你听国情，就你探讨一下。国情头拄仔讲好，骁勇善战，欢行直长，都无人挡伊会调。所以伫海底，安尼扫，安尼爬，安尼游，无人挡会调。海兔，古早人讲海虎，形体原来要成啊要成啦。若山内咧，山内吼，安尼扫，安尼爬，原来无人挡伊会调的动物，或者啥？即马咱讲叫做穿山甲，或者拉里。较早台历大书典就有记载，原来叫做步山虎。哦，这个名原来一听就知影讲有影啦，有迄个虎的形体啦。毋过嘛有迄个无虎的形体，硬甲叫叫做虎的呢？亲像讲树长花栽啦，这哪有可能？树啊、草啊，哪有可能甲虎有牵连？你听我讲，有一款藤啊吼，四界盘、四界生，咱讲宣藤，无人在意会调。当时台历大书典内底记载，较早日本时代台湾人就称呼这款藤啊，叫做啥？叫做爬山虎。安尼佫有通呢？当然啦，虎一项是骁勇善战，也是欢行直长啦。佫有第二种号名作风，台湾人若称呼动物叫做啥物虎？这另外佫有解说呢。你听国情仔讲，咱知影讲赢八足插咱的目，迄款虎神，安尼到倒位就要斩。原来有一款动物专门咧克虎神。这款虫啊，专门咧食虎神哦，做啥？对呢，国情啊讲到这，我就知影呢。或者虎神虎无毋对，所以吼，台湾人咧讲某一种动物、某一种树长花栽、某一种食物的克星，专门后壁踏一个虎，食虎神哦，做虎神虎。佫有别款的无？有喏，红海稻啊生长的海棠。红海甘蔗生长的海棠，国情啊，你讲这我就知啊啦。或者稻虎，或者蔗虎，无毋对。佫有迄落个呢，龟壳鱼啊吼，迄内底吼，乌龟鱼也好啦，乌仔鱼也好啦，金鱼也好啦。人已经生摊了足自在，结果有一个外来种，甲什么鱼就死。迄款的外来种叫做鱼虎新闻冇报。哦，国情你一个讲我就知，原来台湾人用虎咧号名，为背景、为个原因、为个过程就对了。